係，好，你好，先生。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薛店美滿啊，係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34歲，你結咗婚㗎係嘛？我必做婚。自己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一個男仔，一個仔，係一仔，幾大啊佢？佢6歲半，6歲半。好，姐姐你之前係咪喺台灣做過嘢啊？係。係，喺台灣照顧幾多人啊？我喺台灣照顧兩個人，兩個人，係係邊兩個人啊？公公同埋婆婆，公公同婆婆。係公公幾多歲啊？公公佢91歲，你健唔健康？自己識唔識行路啊？佢食自己行路。咁婆婆咧？婆婆佢做老師，坐輪椅。咁你要幫手推輪椅，使唔使幫佢沖涼換尿布啊？要要㗎。姐姐，咁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我而家係睇過大埔。喺大埔嗰度照顧幾多人啊？3個人，3個人，係邊3個人啊？先生弟弟同埋小姐，哦，先生太太小姐，小姐都好大個大人啦。係。咁再之前咧，之前喺邊度做啊？之前係葵芳，葵芳。喺嗰度又照顧幾多人啊？喺嗰度照顧兩個人，小兩個人。姐同埋公公。小姐公公。公公又健唔健康？識唔識行路啊？健康先生。啊，佢健康嘅。係。咁小姐咧？小姐佢喺中部。哦，中咗風啊！係。咁使唔使幫佢推輪椅啊？要咁啊，使唔使幫佢沖涼換尿布啊？佢要幫小姐沖涼，係。但小姐唔着尿片。哦，唔使幫手換尿片，就係幫佢沖涼係咪？好啊。姐姐，咁你識唔識煮飯啊？我識你識煮咩餸啊？蒸魚、係。蒸雞、係。炒菜、係。蒸蛋同埋煲湯。哦，煎蛋啊，煲湯都識啊，好叻啊！好啊好啊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好，拜拜，拜。先生，拜拜，再見，拜拜。